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，政府有不同預案應對貿易戰嘅挑戰，維持全年增長2%至3%嘅預測。又話過去半年流入嘅外資明顯增多。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截至5月30號有1734億港元，較舊年年底多448億，反映有資金流入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嘅時候話，由歐美流入嘅資金舊年9月起明顯增加，都有一啲錢咧係避險嚟到香港，咁咧就拍咗喺我哋銀行體系嗰度。長期基金比較多啲，佢哋喺嗰段時間一路湧入嚟咧，就發覺我哋呢度咧第一啲嘢啲股票嘅估值平，第二一個 deep sea 令到佢哋驚覺咧，原來中國嘅創科係咁勁嘅，之前低配咗，所以嗱聲湧翻入嚟。有議員關注點樣協助內地企業拓展國際業務。而喺貿易戰之下咧，唔同嘅經濟體系都希望分散風險啦，開拓新市場。尤其是我哋內地嘅企業都有密切性同埋需要咧，未來點樣能夠可以吸引更多嘅內地企業，尤其是中小企，因為內地中小企唔細嘅，佢量同埋個 size 啦，咁嚟香港出海。內地有句説話就不出海，變出主，將佢嘅產業鏈、供應鏈喺境外佈局嚟到應對嗰個貿易戰，嚟到減輕貿易戰對佢嗰個影響。亦都有議員問，美國對全球發動關稅戰對本港造成幾大衝擊？陳茂波話已經準備唔同預案應對地緣政治帶嚟嘅挑戰。無線電視記者葉超華報道。財政司